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Price HK 科技頻道，我係阿坤。今日華為喺香港舉行發佈會，發表咗平板、手機同耳機。咁我哋喺現場同大家簡單試玩呢幾部新產品。唔講咁多 ，Let's go。咁首先喺平板方面就有一個 MatePad 嘅 12X， 屏幕就12寸，重量就只有555g，而厚度只有5.9mm。MatePad Max 柔光屏就唔會反光，而且仲好好玩添，望落去畫面相當舒服。屏幕長邊就有800萬像素前置鏡頭，主鏡頭就有5000萬像素，電源鍵同音量鍵就不在話下。有6個揚聲器設計，仲有 USB Type-C 插槽，背後仲有磁吸點，用到鍵盤保護套。呢種設計就算搭車放大髀都可以用到，配合埋 PC 級 WPS Office， 啱晒我平時打稿用。而呢部平板有白色同綠色，賣價4199送 keyboard， 同場仲有11.5寸嘅華為 MatePad， 規格相對入門啲，有 Paper Matte 柔光屏同埋唔係柔光屏嘅選擇。柔光屏版本有 256GB 送 keyboard， 賣價2999，而普通版本就128GB 冇 keyboard， 賣價1899。以上3款平板都可以加錢買 M Pencil， 用嚟 jot notes 畫畫都得。你睇下 model 用得幾開心。另外今日仲有推出 Nova 14系列嘅中階手機，有14同14 Pro 兩款，而今次呢個14系列 Hero Color 係冰晶藍，你會見到有特別嘅紋理同黑色好唔同。相機方面14 Pro 比14多咗個紅峰鏡頭，而呢個紅峰鏡頭本身旗艦機先有嘅，令影出嚟嘅相可以還原原色。而外觀方面14 Pro 好明顯係圓潤啲，而14係比較平滑啲。屏幕部分14同14 Pro 分別係 6.7 同 6.78寸，前置鏡頭14係圓點設計，14 Pro 係銳軟設計。機底大家都有充電位，一個平滑一個圓潤，拎上手感完全截然不同。另外手機支持隔空滑動屏幕同埋隔空截屏功能，唔使點 mon 都可以控制手機。另外佢都有啲 AI 測圖功能，例如眨咗眼都可以揾到最佳表情。AI 消除可以將想多餘嘅嘢消除，出嚟效果都相當唔錯。最後仲有 FreeBuds 7i 耳機，主要賣點有動態降噪4點，高清空間音頻、靜默通話同埋雙設備連接。咁佢就有黑色同埋粉紅色兩種選擇。最後就俾大家睇下佢個外觀啦。今次嘅分享到呢度，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大家可以留意住ePrice.com.hk 有更多嘅試玩文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